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8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，约伯记11章第1节到20节，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到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越辩越明。约伯记记载着约伯落难之后与朋友的辩论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4个人激辩，为了约伯所遭的困境。他们甚至谈到底有没有上帝这件事情，或是他们认为因为约伯可能得罪上帝，所以才会遭难。来来回回的辩论，大概你一句我一章，共经历了约伯记有42章。后来的约伯才在这一些的过程的激辩当中，慢慢的明白了上帝才是生命的主。对他而言，真是符合了真理越辩越明的这件事情。这个道理，但是事实上，上帝的真实，上帝的存在，是不需要我们去为他辩论的。但即便是如此，基督徒如果能够跟人家侃来谈论上帝，仍然是必要的。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去传福音了。约伯记11章第1节到20节记载了一段约伯他的一位朋友所法对他说的话。接着拿玛人所法发言，这些荒谬的话没有人回答吗？话说多了就证明一个人有理吗？约伯啊，你以为我们不能回答你吗？你胡说八道，没有人能够责备你吗？你以为自己的道理都对，你在上帝的面前干干净净。但愿上帝答复你，愿他开口驳斥你。他会把智慧的奥秘指示你，有些事太深奥，人无法了解。上帝对你的惩罚还不及你所应得的呢。你能了解上帝的奥秘吗？你能彻透全能者的计划吗？他像天空无边无际，你无能为力。他像阴间那么的深远，你一无所知。他浩大，比地更宽，比海洋更深广。如果上帝要拘禁你，要审判你，谁能阻止他呢？他知道谁是虚伪的人，他看见他们的恶行。野鱼生来就会驯服吗？无知的人无法变成聪明。约伯啊，你要存心正直，你要寻求上帝，要彻底清除那污染你的邪恶，不要让不义滞留在你的家里，这样你就能无愧地面对世界，坚定不移，无所惧怕。你将忘记一切的祸患，像流水一样从人的记忆中消逝。你的人生将比正午的阳光明亮，虽有黑暗，仍然像清晨一样。你将享受安全，充满希望。上帝要保护你，使你安宁。你躺卧不怕有敌人。许多人要来向你求助，但那邪恶的人左右观望，找不到逃避的出路，
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死的临到。说法他诉说了上帝的权柄以及上帝的奥秘，但他同时也论到了因为约伯的罪才遇到的这些苦难。他也提到了约伯若是心存正直，寻求上帝，就必要享受上帝所赐的安全跟盼望。但是在当时候，约伯便不能明白，不能清楚，也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，因为他仍陷落在遭难的困境以及情绪当中。在基督教历史当中，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在被抓之后，极力的为了福音，为了基督来做见证。他透过行神迹奇事和那些抓他的人来辩论，借着圣灵的恩赐与能力的同在，他清楚地将主的恩典来传扬，使那一些人哑口无言，因为他们很多人就是做假见证的了，与主的真理当然是不相容的。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到15节记载这一段说，司提反充满上帝的恩赐与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，但是有些人反对他。这些人是所谓的自由人会堂的会员，包括从古利奈和亚历山大来的犹太人。他们和其他从基利家和亚细亚的犹太人跟司提反来辩论。圣灵赐下智慧给司提反，所以他们无法辩驳他所说的话。于是他们就收买了一些人出来诬告他说，我们听见这个人说了毁谤摩西和亵渎上帝的话。他们用这样的方式煽动群众、长老和经学教师。他们来找司提反，抓住他，把他带到议会去。他们所收买的假见证的人就出来说，这个人常常说话反对我们的圣殿和摩西的法律。我们听见他说，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拆毁圣殿，要改变摩西所传给我们一切的传统。所有在议会里面坐着的人都注目看着司提反，看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其实司提反不用强辩，因为他有圣灵的智慧跟能力的同在，他的面貌也因为这样充满了上帝的荣光。旁人以为是看到了上帝天使的面貌。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，上主的子民啊，要敬畏上主，敬畏他的人亦无缺乏。连少壮的狮子也会缺乏挨饿，但寻求上主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年轻的朋友们，听我说，我要教导你们敬畏上主。你们要过愉快的生活吗？要享受长寿康乐吗？你们的舌头就不该出恶言，你们的嘴唇也不可撒谎，要弃恶从善，竭力追求和平。感谢上帝在我们遭难的时候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能够明白，在生命当中无时无刻是在学习经历主的同在。求主你赐下圣灵，赐下能力，给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在蒙恩生命当中来做见证，用这样来辩论你永恒的恩典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